交流係緊要嘅，減少對居民嘅影響。希望用心用情做好民生實事。T4關愛齊齊傾，開工！T4工程團隊咧係一直同我哋地區領導咧有好緊密嘅關係。今天星期六上午咧，我哋同關愛隊加埋我哋嘅議員咧一齊喺工地附近嘅沙田頭村、真麗屋工地周邊咧去清渠，好讓到咧喺雨季嚟臨嘅時候咧減少渠道泛濫嘅影響。之後我哋會諗更多嘅活動，希望做到咧將個 T4關愛呢個信息咧係輻射去整個社區，但係只有一個目的係用心用情做好呢個項目，係惠及社區。T4工程咧，其實沙田區一個非常重要嘅交通項目。喺完成咗之後咧，沙田區甚至乎成個新界區嘅交通咧，都會變得非常暢順。期望 T4工程快啲完工，為城鄉交通盡一分力。繼續同市民溝通，聽多啲意見。T4工程要諗得仔細啲，減少對居民嘅影響。繼續關愛社區，舉辦多啲幫到市民嘅活動。T4工程最緊要係準時完工，快啲通車。期望 T4完善交通配套，惠及到全沙田同埋全港市民。